其实这个车子它不会摔人，它主要是你自己要有胆量去学，你去尝试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个东西没那么难。玩这个车的话，一个就是玩速度、玩越野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玩花式的，玩表演的、竞技的。现在玩兴奋的时候就会全身都出汗，然后那个时候是最开心的。这些招式都是差不多都是我自己想的，自己创造的很多招式都是自己想的，也没给这些招式介绍一些什么，创造个什么名字。然后打算明年去参加一些法国的比赛。身体的话，我们基本要求是一个放松状态，上肢基本保持一个放松状态，比较自然一点，不要求用很大力。你要是想往海上的刺激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更加刺激一点，因为这个很多那种花式的一个动作，而且我们这个也比较更加安全。还有你要是想玩，随时都可以玩。海上冲浪的冲浪板的话，它那个板的面积相对比较大一点，室内冲浪板的这个相对面积小一点，但是它的重量可能比较重一点。我们这个板的话，大概就1.2米左右长度，然后宽的话大概就是30到60之间。我觉得话主要是下肢的部位那些肌肉，大腿啊、小腿啊，还有一个灵活性，膝盖啊、脚踝稳定性这些可以练一下。身体的话，我们基本要求是一个放松状态，上肢基本保持一个放松状态，比较自然一点，不要求用很大力，主要还是靠我们重心一个控制。你就算用個身體去接觸個波咧，但係你雙手咧同埋雙腳咧都一定係要踩住架單車嘅。咁龍門咧喺嗰個2.5米圈咧，佢就可以用手去接個波嘅。咁但係離開咗個2米圈咧，佢就唔可以用手去接觸個波㗎啦。呢項運動咧就可以話俾你知咧，就望落去就好似好簡單，其實咧每一個動作咧都係用好長嘅時間去練習嘅。市民嘅參加者咧，嗰度都每次訓練班咧都有成20人參加嘅。咁但係如果恒常咧，我哋係好比較專長啲嘅訓練咧，所謂港隊嘅訓練咧，我哋大約係有十零人咯。所以變咗，如果中意有啲難度，對單車有啲要求啊，或者有難度嘅人咧，都可以試下嘅。